继续来看这个侯友宜甲赵少康伫个高雄第一台大型的扛棒，今仔日正式挂起嚟咯。这个是伫个中山路甲五福路口，就是伫个新曲港的上宽，租金无俗，大约是40万。讲真，这个租客是郭台铭。郭台铭宣布不选总统了后，甲广告提掉。侯友宜即个是靠着支持者甲赞助抢攻这块大型的扛棒。民进党的部分目前也无正副总统的竞选扛棒，不过赖清德甲8位高雄立委参选人的联合扛棒是挂伫个中山路三德路口，租金嘛爱20万左右。国民党侯康配正式成型之后，首面大型看板就设置在高雄中山与五福路口，这个地点相当热闹，就坐落在高雄新崛江商圈。目睭看过，远远就会当看到两个人大底扛棒。这前一个租客是郭台铭，郭党的无要选了后，那也直接收入落地啊，提下这个黄金地点。支持者看在我们国民党现在没钱没人，非常辛苦的状况之下自筹去做这样子大型的看板。民进党的扛棒为侯康配这边一路往南行，赛车超3分钟的距离，伫南高雄的中山三德路口。虽然讲正副车位也未挂起来，不过由赖清德领军8位立委候选人徛做伙，团结的气势，展现选举未变红不让的气度心。找寻一下比较合适的 location 的位置，我们也想要再挂一下我们赖萧的看板。那民众党伫扛棒的大战，当然嘛被当输。郭本体大型的扛棒挂伫二线凯旋路口，白底乌字正经的口号非常显目。那礼拜3电影大型扛棒一个月租金的行情，那也上贵，一面20万，加起来总共40万，另影大概是20万左右。那边影大概3万到5万。看板往往是因为短期冲刺啊，所以有时候会把租金拉高。高于市场行情也是合理的。我也遇到过有一些是这个屋主热情赞助不收费的也有。扛棒的大战原来伫北台湾出现，那也立委参选人林金杰挂出是到6岁国家市的扛棒，另外立委吴其明是遐北的推动 AI 科技的广告。那你个家宝抢扛棒的位置，行行嘛对调调，像是贵党的提升了后，到了个境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